最近網上面好多人討論旅遊同埋信用卡嘅 KOL 小 C，居然就用1.36億買海船喎。好多網民第一個反應都係：喂，做 KOL 真係咁揾到錢咩？其實以佢嘅商業模式嚟講，唔算離譜嘅。小 C 長期做信用卡推廣、證券開戶合作，銀行同埋券商咧都爭住揾佢㗎。以前最旺嗰排，開一個證券戶口佣金咧有500到1000蚊。如果一個月做到幾千個客，百幾萬收入咧就好正常嘅。再加埋信用卡廣告同埋平台合作咧，一年幾千萬咧其實都唔係問題嚟嘅。但係問題就係有能力賺錢，唔等於要將成副身家壓落去買個億豪宅嗰度嘅。而且今次成交嘅條款有啲耐人尋味啦，成交期有270日，包印花稅，每值回贈，優惠多到唔合理嘅。喺香港呢個地產世界，超長期嘅成交再加大量回贈，好多時都係發展商借買家嘅名義咧做假成交，推高個價位嘅路橋嚟嘅。目的咧就係拉高價錢，等市場覺得個市好旺喎，引多啲人入市啦。小 C 係咪真係真買家嚟嘅呢？定係一單示範成交做個市場氣氛出嚟呢？你認為270日之後佢會唔會靜靜雞撻訂呢？留言話我知啊！我係金仔，下集見，拜拜。